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4月7日开始，电池要起，不过住户用电700度以下，小点加1500度以下是起袂到，若准超过起3%，用电大幅起17%。进口饲料贵加上清明要到，这猪肉介绍后礼拜1斤可能起10块。另外，农委会宣布5月中鸡卵会稳定供应。伫金门验出头一个 H9N2 禽流感，先甲4500多只鸡预防性别掉，可能喂着人。这饲鸡场21名员工也当咧健康追踪。伫国内出现头一个会喂互人的禽流感 H9N2 病毒，农委会防检局伫今下晡公布，伫金门发现到头一个饲鸡场验出 H9N2 鸡病原性禽流感，也因为这款病毒头一届伫咧台湾出现，防检局也较严格看待，进行预防性消灭，甲4500多只鸡总灭掉。伫1公里内的2间饲鸡场暂时是无问题，目前是还未发现讲这传染互其他食灵类的动物。防检人员穿规身躯的装备进行禽场鸡仔的扑杀。防检局17证实，金门金陵乡一位红毛土鸡场验出头一个 H9N2 型鸡病原性禽流感。在人身上的话，可能是会造成一个轻微的感冒的症状啊。那在鸡的身上也许是就比较会不显性的感染。那鸡只的健康状况大致上都还不错。因为这个病毒株捌有喂互人的案例，虽然是鸡病原，金门防疫所人员也是用高规格防疫处置进行预防性规个台调，数量是4551只。这管数是讲包括禽场工作人员在内。拢总21个人嘛进行健康追踪。它对人还是属于低危险性了，扑杀作业都已经完成，所以应该也不至于说有这个目前扩散的一个风险。疾管署进一步说明，目前 H9N2 禽流感病毒株也是家禽喂互人的阶段，也无发生人喂互人。不过嘛，提醒民众唔通去接触到禽鸟，相关人员嘛爱避免摸家己的目喙片，降低感染的风险。到底病毒是为倒来？防检局表示，这个病毒株的基因序列甲中国2021年、甲2022年家禽环境甲人类的 H9N2 病毒上接近，有可能为中国来。因为离大陆很近，所以它的比对比较相似，又是像福建这附近的病毒株。所以第一个最有可能的，那当然就是候鸟带过来的。防检局表示，会加强边境管制甲采样。疾管署也说明，目前评估 H9N2 病毒株是低危险性，并无发现会危害其他的动物。对金门的鸦片输出暂时未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目前正咧欠鸡卵，伫台中就里长不忍心看这毒鸡的时段无卵通好食，就发起送鸡卵活动。讲到民众三支买卵情形是无减少，伫台北的农会，这卵一补货，民众就3钱排队买，这一排就是几落百公尺。农委会是搁再强调讲，已经专案进口买国家的鸡卵，会直接送到超市，一盒10粒是65块。国内鸡卵送人呢，伫咧5月中就渐渐稳定。工作人员甲6粒鸡卵发送予民众，也有人早下晡内底，台中北屯陈平里办公室再去限时送卵，以低收入户优先。里长讲欠卵，地区里内的毒鸡长辈无卵通食，伊才唔甘，就找几个业者做伙买卵赠送。老人家想吃个，但这么辛苦，不然我们一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来帮他完成这个梦想。食鸡卵变做里长口中的梦想。台北市各大农会伫第一线爱承接民众想要买卵着急的心情。有一晚农会鸡卵一个补货，民众排队就排几落百公尺。也有农会因为不忍民众开时间排队，改用订的。不过要订的时阵，有当时爱有靠较侪耐心。我现在想要预约那预约的要等多久才会有？大概要等2个月。等2个月后才拿得到蛋就对了。理想状态下啦。世界欠卵农委会唔若紧急专案进口买国家鸡卵，搁头一届直送超市吸收价差，以一盒65块的冰鸡卵买抢救通路欠卵，注意蛋结中无解愿意承担的本意。这个表示5月中国内3年就会当回稳。现在至少有3100万头的母鸡，我们期待到5月中旬会回到
3400万只，产能就会陆续回到稳定的水准。上新产销资讯显示，两价数量一直减少，这礼拜有较济一丝啊，比顶礼拜增加45万只。农委会预测，后养国家天气回温，数量应该会阁增加。不过禽流感也是对两价后养带来潜在威胁。16屏东里港两家场确诊 H5N1 已经抬13000多只，农委会呼吁农民持续加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猪仔咧食的饲料是进口入来的，这进口的价钱是愈来愈悬，连带影响到猪肉价钱也袂对得起，而且说落来会当到清明加这五一节这两个传统节日，猪肉需求量拢会增加。后礼拜开始，肉店的价钱一斤可能会起10块，若会起也烦恼讲这数量的不足。中央的畜产会是希望协调肉品市场，伫这个清明统一休饲3天，消透市场的供应压力。不过，猪农拢认为讲这休饲是为着要压价效，希望爱互市场机制家己去运作。消费者猪肉单前经部委则交由头家切适当的大势。最近进口饲料的价格一直真贵，有关饲猪的成本，一寡小型养猪户因为安尼放弃饲养，也互猪肉的价格一直要起。即摆有啊，拢卖170啊，180岁啦，饲料也贵啊，人家养猪的说饲料蛮贵的。成本悬造成减产，后续清明5日节要到啊，猪肉需求量会增加。单商预估后礼拜开始，每台斤猪肉可能会起10块左右，消费者敢来当无奈接受。也不是每天都吃啊。哦。对啊，有时候吃鱼，有时候吃别的啊。除了猪肉价格要起，毛猪价格同款真悬。中央畜产会17早起甲产业团体开会研究，希望清明节各肉品市场统一休饲3天，有助疏解后续供应压力，减少价格的波动。不过猪农仍然有困难。目前看到的猪价还不错，可能在80几块到90块左右，但是我们成本也是在80块以上。所以这1-2年来，确实是养猪产业也是在惨淡经营的。养猪协会表示，热天猪仔成长较慢，供应量减少，毛猪每公斤价格预估5日节前可能起到90多块。不过因为成本甲猪仔损失风险嘛悬，猪农实际利润有限。希望政府莫干那看到消费者对物价的疑虑，也当考虑猪农的困难，让市场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对抗可汗，中央伫高屏溪溪边550口的水井，其中28口伫屏东。无见屏东县认为讲，这水利署要挖进前拢无先通知，就先甲人挖11口，实在是无尊重在地。因为讲到这欠水已经是地方政府爱处理的重要问题咯。下晡伫高雄举行的南方地理平台首长会议，嘉义县以南的首长拢到位，大声讨论的就是水资源。拢搭闭起湖底，连鱼拢无法度生存。这个高雄半屏山脚的半屏湖，水源来自落雨，拢无落雨，真侪可旱的所在。水利署南水局为了疏解高雄的用水，面对屏东的科技园区，抽地下水送到高雄。中央可旱计划也规划伫高屏溪沿岸交550口的水井，其中28口伫屏东。挖落了后，有加要支援高雄，但阁互屏东县长真生气，指控南水局伫15迄天无通知就去挖当地11口的地下水井。水情的资讯公开，施工的资讯公开，也能够减少相关的乡亲的疑虑跟抗争。任何给予我们资源协助了，我们表达诚挚的感谢啊，非常谢谢周遭各县市大家互相的帮忙。17下晡来高雄参加2023南方地理平台首长会议的屏东县长周春美强调，屏东灌溉用水大部分挖靠地下水，不得不捍卫乡亲的权益。水利署也决议先停工。抗旱是非常紧急的，但是我们会好好的跟地方做好相关的沟通。最近也针对这场会议第一讨论的重点，嘉义以南的地方首长拢出席，参详安怎来看管市合作。不过主办的高雄市水情不乐观，月底丁库恐惊专做干嘛设丁库，游泳池、洗车业者用水大户拢会减量来供水，让大家节约用水。再来，如果说真的会影响到一些水量的应用或是游泳池的经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配合政府的政策。游泳池业者指出，那水情更加歹，爱缩短营业时间，也是会配合，除了提醒人客节约用水，馆内也设置一流水回收的装置，一天大约节省15%用水量。记者综合报道。
国军伫英国毋捌甲女性官兵列入去校调，毋过国防部已经宣布，今年头一届调集女性的后备军人，第一梯会伫咧5月入营，第二季、第三季女性受校调的总人数有220人，进行具体5天到7天的校调，训练课程也比较男性。就替一个查甫军官肯定国军的改革，毋过伊也伫咧烦恼讲，入去校调却报道分配教官又会专长学训练等于是较无效果。两化的情势真紧张，国军是继续在建军备战。女性官兵同款是保家卫国的重要角色。女性伫职业军人内面是占14%，人数超过25000个。但是国军过去毋捌叫女性来调训，国防部宣布今年第一摆请女性后备军人来调训。那么第一梯会落在第2季，也就是5月6号到12号来实施，计划召集的人数是68人。那么第2梯则落在第3季。计划招训的人数是152个人，那么不论是男性或者是女性的召招员，都会依照他的专长职务来共同接受行军、射击跟战斗教练等等课程。国防部讲，这摆试办女性的调训是用自愿报名的，受调总人数是220个。外界关心的训练课程是比较男性的调员，做具这5天到7天的调训，而且含心济同款，直接用战术的位去训练，会当帮助战争的时阵随动员。国军强调，受调人员会照因的专长去接受战机学训。这摆有参加调训，过去是做驻通电军5-4年的考验，就讲，这摆全台湾加起来干那5个单位，他们当作专长去分配。女性本来在军队里面，像我自己受过的训练，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不知道说到底他们一开始的顾虑是什么？是找不到寝室给女生睡吗？你到底要我这个士官回去受那个步枪兵的训练的意义是？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必须要去重新检视一下后备军人到底对于整个国防部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讲早就应该让女性来参加调训，以肯定国军这种对性别平权的改革，嘛希望训练的强度要比较男性。教招没有把他们纳入，那未来在后备战力上会形成一个漏洞，也就是说这一块的人力资源没有办法经常回来受训。女性也男性的也当同等待遇可以参与的话，其实只要他们愿意回来教招，都乐观其成。调查立委拢讲安尼做会当来补欠后备战力的部分。廖婉如讲，国军伫收建营舍了后，就会当增加女性调训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对4月初开始，这电钱确定要起路，平均是起11%。不过，这主体用电700度以下，小点价1500度以下是袂起到。这个民生用电若准伫咧701度到1000度起3%，小点价伫咧1500度到3000度是起3%。安尼讲到这工业用电的部分，若准是用电大户，就会起17%。4月电价调整方案总算定案，电价调整了后，平均单价为每度2.806块，调升为每度3.115块，调整的幅度是11%，为4月初1开始实施。不能对民生的冲击太大，又要能够兼顾到我们讲的那个节电的效果。那去年我们用在1000度的时候，这个样的节电效果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往下调一个级距，然后看看这个节电的情形是如何。4月电价调整方向，拢总分做主体商业甲工业3大部分。民生用电伫700度以下有1231万户无调整，701度至1000度起3%，1001度以上起1%。为着无影响物价，即届小商店用电量伫1500度以下，差不多有76万户无起；1501度至3000度起3%，3001度以上起5%。高压低高压用电大户电价起17%。内需微中型企业起10%，若是去年下半年用电衰退超过1%，电价起价幅度减一半。农企业学校拢无起。4月电价调整对面包店这个小店面来讲，虽然调整幅度无大，不过逐天开门营业所需要的航商，也有电磁炉这个生产工具，所变做开钱的工具。现烤面包店全都用全电设备，电烤箱、电烘焙箱、电冰箱、冷气都是电，所以它今天不管涨了10%、15%，话就整个成本就上涨的意思。不要一次调到顶就是说能够分批缓慢的来调整，税的部分可以减少，还是说
它可以补助它什么样的一个费用。4月电价调悬，针对产业高压以上的用电，大幅度调悬15%至20%。工总发声明表达遗憾，认为无法度达到全民省电的效果。只是电价调悬，恐惊会阁影响物价阁再起，对劳工就业的稳定也带来不利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洪都拉斯建交82年，即马却传出危机。即马这时间点真敏感，美国总统拜登派出特使去访问洪都拉斯，互人认为讲是要帮助台湾稳定邦交。咱的外交部长高桥社表示，除了美国，还佫真侪国家伫甲因协助。不过有人认为讲后一个话要断交的，真有可能就是巴拉圭。高桥社也强调，甲巴拉圭外交真稳固。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中国为着要打压台湾的外交，才互特定国家经费，也呼吁洪都拉斯唔通互中国骗去。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方面的确是有在协助我们，希望能够稳固这个邦交的关系。那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都在帮我们忙。跟巴拉圭的这个邦交目前还是相当的稳固。台湾和洪都拉斯82年的邦交传出警讯，吴钊燮直接讲有真侪国家拢当在协助，佮强调和后一个传出讲邦交有可能出问题，巴拉圭外交关系是真稳固。另外，韩国的外长讲台湾拒绝增加金援是主因。行政院长陈建仁讲，中国是为着打压台湾的外交，才会互特定国家相关的经费。他对特定国家所做的这一些基金的挹注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我们很希望这个洪都拉斯能够认清中国的这一个本质，所以希望能够维持我们的这个邦交不要受骗。台洪的邦交出现警讯，美国总统拜登是派出特使陶德3月17到21去洪都拉斯和巴拿马访问，表面上佫不依讲这是要推进美国伫西半球帮助经济成长和民主发展，嘛香港台面下是咧帮助台湾过邦交。美国拜登政府也派出了陶德出来进行游说，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巩固这个外交邦谊的一个效果。这一种拍卖式的外交关系其实已经不再是世界一个整个外交途径的一个主流。赖清德才为台湾邦交挂保证，现在却传出断交的危机。他现在又要登记选总统，请问赖清德是否应该要负点责任，先飞一趟洪都拉斯，稳固邦交之后，再回来选总统呢？韩国淡出要和中国建交的消息，美方真一官员嘛警告，中国的承诺是定跳票。美国的特使要访问韩国，敢会当解除台洪邦交的危机，各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无人机伫黑海摔落来，美国讲是罗西亚甲因拍落来的，不过罗西亚讲唔是。美国有对外公布影片，强调画面已经突破罗西亚的白插话。这两个国家关系当咧紧张的时阵，中国却宣布是军兵3月20要去访问罗西亚，而且中国阁想要促成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来讲和有关中国的影响力。画面上会当看到俄罗斯苏27战机挖进美国 MQ-9死神无人机，佮释放好亲像燃料的物件。无人机时神出现杂讯，画面开好了后，就看到无人机的普罗皮拉叶啊弯曲变形。俄罗斯版好人有去压着，讲是美国无人机操作无适当，唔知落落去。美军公布事发当时的画面，白宫讲要突破俄罗斯的白插话。The video is pretty darn conclusive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it absolutely just decimates the Russian lie about what they said happened or what they said didn't happen. 这个事件是俄乌战争以来美俄头一届发生直接的冲突，恐惊会互本来就紧张的美俄关系更加恶化。虽然俄罗斯互西方制裁，不过中国宣布习近平要伫3月20至22应邀请去俄罗斯国事访问，显示中国持续友好。习近平主席此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将同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中国也想要促进俄俄和谈，不过经济学人报道，西方对于俄罗斯制裁，和北京当作是真好的贸易机会。国际拢在关心中国是不是援助俄军武器，中俄友好也影响美国印太布局。美军坦白讲，未围堵中国，不过会甲中国激烈竞争。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contain China, but we will compete, and by competing, we will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urrent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provides
all nations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美中竞争也影响台海。阿基里诺声明，美国对台政策无改变，美军的任务就是借由火警主动避免台海冲突，若无效就准备对抗，而且爱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目前当咧日本进行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17甲日本下党派组成的日韩机关联名成员会谈，而且要参加日韩企业领袖参会，按算17暗时登去。这座去到日本，尹锡悦强调，甲日本的关系是伫咧安全、经济和全球问题顶头的合作谈判。日本的首相菅田文雄也将有可能伫今年热天去访问南韩。这日主席为南韩总统尹锡悦17甲日韩企业领袖会谈。尹锡悦表示，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了后，已经确定双方会伫各种领域合作，和双方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두 나라는 공급망, 기후 변화, 첨단 과학 기술, 경제 안보 등 다양한 글로벌 아젠다에 대해 공동으로 협력하고 대응할 것입니다. 南韩正正对二战时日本征用南韩岛港的问题，决定由第三方代替赔偿的方式，由政府管理的基金会赔偿予原告团体，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肯定这款做法。これは日韓関係の健全化に向けた大きな一歩であり、我々日本の経済界としても高く評価しております。この日韓ビジネスラウンドテーブルはまさに未来志向の日韓関係構築に向けた道筋を確固たるものにするための重要な第一歩である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李北韩伫4月16出发访问日本之前，佮一摆发射 ICBM 级别弹道飞弹。尹锡悦佮岸田文雄16日峰会了后，联合记者会拢表示，爱更较紧密合作，应对区域安全挑战。伫岸田文雄古古嘛伫今年夏季回访南韓。日韓関係の新たな章を開く。そのために今回尹大統領との首脳会談において、両国の首脳が形式にとらわれず、頻繁に訪問するシャトル外交を再開させること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同时间，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17嘛公布进前一天发射火星17个相片，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疑似是甲查某囝金珠爱做伙看飞弹发射。报道内底嘛明白表示，试射飞弹是咧向挑港加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较强的警告。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法国的国民会议自本要投票决定退休改革法案，却因为这执政党烦恼讲无法度通过，就宣布要动用宪法强制通过法案，引起朝野不满。民众也随来抗议，有7000人就发先去到巴黎参加示威。工会也宣布讲后礼拜要搁再发动全国性的大罢工。法国国会议员16大声唱法国国歌，也有议员伫咧座位提票语反对退休改革法案，加退休年纪为62岁延长到64岁。伫议长宣布休会2分钟化解对立了后，法国总理动用宪法第49.3条，予法案通过。Sur le mutisme de ceux à l'extrême droite de cet hémicycle qui sont restés tapis dans l'ombre tout au long des débats, qui ont préféré se taire, profitant en silence des outrances des uns et des revirements des autres. 动用宪法第49.3条，代表辩论终止，而且无需要投票，法案当作通过。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上街路抗议，也搁伫重要的路口设路障。民众是批评这种方式通过无正当性，要求法国总统马克宏撤回这个法案。示威活动为下晡持续到半暝，气氛火气愈来愈大，有民众烧粪扫写信，警方嘛发射催泪弹赶人。法国总工会表示，会有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要伫拜四举行全国大罢工。En toute indépendance, dans des actions calmes et déterminées, elle décide de poursuivre la mobilisation et appelle à des rassemblements syndicaux de proximité ce week-end et à une nouvelle grande journée de grève et de manifestation
le jeudi 23 mars prochain. 因为宪法第49.3条伫法案强制通过了后，互反对阵营伫24点钟提出无信任动议。若是动议通过，内阁就必须总辞，法案撤销。不过执政党伫国民议会有相对的多数，若要通过，就必须联合极左加极右，搁加中央偏右的共和党议员，所以不只有困难。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希腊第2月底发生火车烧亡的事故，有57个人不幸往生。几落个城市是小连续发生抗议行动，要求政府要重视铁路安全。16日的首都典雅典呢，就25000人示威，甚至发生警民冲突。有真侪工会也启动24点钟的罢工。另外，伫美国也传出这火车败北事故，16日有一台载货火车败北，至少有5000加仑柴油拢流出来。少年人点倒汽油弹，也对警方献石头。警队是以催泪弹来回击。2月底希腊发生严重火车烧亡事故，政府管理不当，引发民众继续示威。16日首都雅典就超过25000人行上街头抗议。做工会发动24小时罢工，要互交通甲行政系统拢无法度运作。这个行动是拖到军海城市。Δεν πρόκειται να αφήσουμε αυτό το έγκλημα να ξεχαστεί ούτε να συγκαλυφθεί μέχρι να δικαιωθούν τα αιτήματα όλης της νεολαίας, όλων των φοιτητών, όλου του λαού. 火车事故发生原因是2台对向列车受到错误指示，进入共一条铁轨路烧亡，造成57人来死亡，其中有真侪准备登去学校开学少年人。民众对着铁路系统无法度提供充足的安全设施，感觉不满，也抨击政府长久以来拢无重视问题。当局是表示，铁路系统会伫5月内恢复运作，会增加卡手监控一个安全的状况。Δεν παίρνει κανένα μέτρο ούτε για τις ασφαλείς συγκοινωνίες, ούτε για την υγεία, ούτε για την εκπαίδευση, ούτε για τίποτε. Αυτό που επιδιώκει είναι να διαλύσει τις ζωές των ανθρώπων, να μας καταστήσει προσωπικά υπεύθυνους για όλα. 美国华盛顿州16日有一台客运火车落尾，造成5000加仑的汽油外泄。华盛顿州政府解释，有柴油流泄伫布花顶面，即阵无迹象显示会对水源甲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不过，美国最近已经发生侪站列车落尾事故，包含这台柴油外泄的列车，甲另外一台早前伫亚利桑那州落尾列车，拢是由圣卡菲铁路公司营运。进前有列车并且造成有毒物质外泄，互美国铁路安全议题搁再受到关心甲注意。国际新闻杨干编译。伫咧国际上，有愈来愈侪国家禁止使用中国抖音，进前有加拿大、欧盟和美国，即马连英国也宣布讲，因为自身安全问题，政府机关的设备是禁止使用抖音。中国是回应讲，即寡国家是伫咧损害家己利益。英国政府昨日用安全做理由，禁止伫政府设备顶悬安装抖音，马上生效。根据英国网络安全专家的评估显示，抖音可能对敏感的政府资讯造成风险，因为业务需求较有真少数的情形之下，公务手机应用抖音，不过要先经过安全团队的审核。英国表示，这决策甲美国、加拿大、欧盟这盟友是同款的。Our security must always come first. And today we are strengthening that security in a prudent and proportionate way. 这禁令适用伫政府官员甲公务员所使用电话甲其他设备，佮表示这是预防措施，过未扩大到官员等甲一般民众的个人设备。Today's announcement, Mr. Deputy Speaker, feels like closing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has bolted. 中国对英国决定表示真失望，因为这是误解，互地缘政治影响。英国决定是伫美国拜登政府表示可能伫全美封杀抖音了后，美方表示除非抖音的中国母公司直接跳动卖抖音全部的股份，这是美国第一摆明确提出全面禁用抖音的可能。不过，抖音伫美国有超过1亿用户。今年2月，白宫已经要求所联邦机关伫30天内确保政府的设备甲系统被安装抖音。还有超过30个州也共款禁止政府员工伫官方的设备用这个应用程式。抖音执行长周受资昨日表示，卖抖音无法度解决美国的国安问题。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会做大富贵，袂做大是大闹亏。中国的百度伫拜四推出文心一言，讲这款 AI 开讲机器人有文学创作、数理演算等5大能力。不过伫咧现场示范的时阵，却是用事先录好影片来呈现，互外界是真失望。这百度当中的股价也水落去。
买互 ChatGPT 来读滴。百度办时推出 AI 开讲的机器人文心一言，讲会使应用伫文学的创作、商业文案、数学物理演算这五大领域。亲像录用纸贵是啥物意思？甲问题现出来了后，文心一言就法度对无同的角度甲答案写甲清清楚楚、真有条理。不过记者会播送却是有录影片，不是现场操作甲示范，互大家感觉真奇怪。我自己在内测的过程当中体验到的这个文心一言的能力来说呢。确实也不能讲叫做完美。百度执行长李家宏承认，2019年开始研发的文心一言技术也未成熟，不过为安尚未发布，因为有市场的需求。伊讲已经有650间的企业，包含文化旅游、汽车甲保业等加入文心一言的体系。不过文心一言初期未对所有用户来开放，只有少数得到邀请用户甲企业用使用，这点伊讲互外界更加失望。发表会一个开完，伫广告挂牌百度股价马上大落将近10%。外界质疑百度面临内有外患，内有中国当局的数据审查，还有美国对国家晶片的出口管制，这因素拢互文心一言的发展受到限制。伫这同时，微软也推出一款办公室 AI 助手 Copilot。当你使用 Word、Excel、PowerPoint 也是 Outlook 这软体时，拢会使互 Copilot 来协助处理文案、画图表，大幅提升工作效率。As we look ahead, we believe this next generation of AI will unlock a new wave of productivity growth with powerful co-pilots designed to remove the drudgery from our daily tasks and jobs, freeing us to rediscover the joy of creation. Copilot 可帮为企业的文书作业带来革命。在办公室提笔的人，饭碗是不是被抢走？有一寡上班族可能已经开始烦恼了。国视新闻张慧敏编译。家人接运的费用问题，家人市长谢国良最近甲中央一直对呛，交通部处长何湘玲今仔日亲身和谢国良当面沟通。谢国良伫咧会后表示讲，达成2项共识：第一是针对家人负担的费用，交通部会甲家人搁再开会确认；那第二是希望中央会当提供一个延长刑款的财务保险，希望会当甲这期限延长到至30年。交通部表示会尽上阶段努力来互代志圆满。互相握手成礼2号兵，为了解决家人结婚分担经费的争议，交通部处长吴湘林17到家人，甲家人市长谢国良面对面沟通。本来150分钟的会议一直进行2点多钟。会后，谢国良表示，沟通过程感受到交通部善意的回应，也表达市政府经费的困难，希望中央会当提供一个更较长的行钱财务计划。按照现在的公共预算来建制9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压力过大，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交通部以及行政院能够给基隆一个更长周期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模型。对谢国良伫会前捌表明，由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分担费用17.7亿是会当接受的范围。若是不是超过这个数字，家人结婚就无爱起啊咧。谢国良是讲，家人是目前负债67亿，若再搁要负担家人结婚53亿，已经达到负债紧绷，根本无法度搁推出其他公共建设。盖一盖，万一没钱了，那怎么办？那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我也不想在我主政的基隆市，居然发生汇不出钱盖捷运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嘛。基隆的这个捷运按照我们3级的这个政府负担的额度呢，大概中央最高是补助大概84%。吴湘林表示，家人结婚以3级财政补助，中央会当负担84%。不过谢国良是希望争取到4级财政补助，中央负担到86%。也强调，为了让家人结婚会当赶紧进行，未来要采取至少2礼拜一届的周期开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美21世纪部役唱机今年1月完成2回合的谈判，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也公布第一阶段内容。第12项议题当中呢，这部役方便法、良好的法制作业，也佫有服务业利便规章、反贪污中小企业已经有初步共识。未来台美双方也会成立部役变质化委员会，针对两边关心的事项进行沟通甲协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已经来完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6发布草拟的文本的摘要。
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公布第一阶段内容，在12项议题内底，贸易便捷化、良好的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加中小企业这5项议题谈判已经过一段路，签订目标是愈近愈好。那我想，台美双方都具有非常高度的这个企图心，希望我们这项倡议能够早日获知具体的成果。不过，因为谈判进度涉及到双方的政府。七成不易掌握，我们会希望越快越好。经贸谈判办公室讲，因为无牵涉市场开放问题，维护弱势企业受到冲击。在关务管理甲贸易便捷化部分，会确保关务程序效率甲透明化，并且经由电子化方式加速通关。施工海运快递业者、航商、报关行、货主、出口业者，拢是受益的对象。良好的法制作业，包含受到高度监理的通信、医药业者、民间社团、意见领袖等，拢会有帮助。对着反贪腐的部分，包含外销业者、伫国外做工程甲建设业者、甲政府部门有商业往来的民间企业，拢是伊受益的对象。也经由定期对话，增加中小企业经商的机会，协助排除贸易障碍。里面谈判的内容有一些都是蛮重要的一些条款，包括对中小企业的帮助啊，还有对于台湾经贸法治的透明化啊。相对于我们周边的其他国家来说，人家签署的这种贸易协定已经比我们多很多很多了。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不签的话，就是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情况。学者表示，台美世纪贸易倡议有初步共识了后，除了会使互双方的经贸活动更加顺畅，贸易制度甲国际接起来，也有一寡边际外溢效果，甚至台美无排除伫顶半年提早来签署台美 BTA。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溪州昨下晡发生轻航机摔下意外，造成教练和一个日本学员是当场死亡。事故原因目前正在了解，也先排除这是天气因素造成的。彰化轻航机发生事故第2天，罹难的日籍游客甲凌晨9点的家属来到殡仪馆来处理后续。彰化警方嘛上映来确认2个人的死因。就飞行事故原因的部分，要等运安会民航局那边做出详尽的调查报告，才可以加以理清。回到事发的现场，为伫彰化溪州的这处飞行场大门拢锁起来。不过附近民众讲起看到事发的经过，也是非常惊吓。飞错剩3人啊！嘿，飞这坐到2岁啊，这个飞倒落来，看卡算老孙都徛开，都转弯就差了。事故发生伫16号下晡，这架轻航机为这处飞行场来起飞。下晡3点左右，伊准备降落的时阵发生意外，摔落伫落水溪边啊，河堤边的草地，当时热度非常强大，嘛引起真大火势。消防人员紧日来灭火，不过一个来台体验飞行的日籍游客，甲凌晨9点当场死亡。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就会针对5大面向来开始调查。天候、起雾、飞航操作、航机性能以及人为因素这几个面向，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其他的面向是需要做调查。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这个迹象，但是有关于那个地形风的部分，我们需要去进行空拍建构这个模型。警方表示，这座飞行场是合法经营，凌晨9点飞行时数嘛超过1000多点钟，经验相当丰富。运安会嘛表示，虽然目前排除天候因素来影响，不过是毋是有其他的原因，还佫透对现场的空拍相关的资料处理来确认。现在嘛已经处理部分的资料，等咧进一步来分析厘清。记者彰化采访报道。高雄第2家角即马逼出内部管理人员，互人用钱拍通关系，协助使用伫咧家角内面涉嫌非法借钱41亿的益延富集团总裁周瑞庆，违法对外传达信息。桥头地检署进前也接到情报，今日早起呢也对第2家角发动搜索，而且团家属的这个主任管理员，还个周瑞庆等人来问话。想要甲高雄第2家角收容人会面的亲友，拢需要伫家属服务中心头前等待。养狗保护协会15讲，正收容伫第2家角内底亿万富集团总裁周瑞庆，涉嫌委托管理人员违法对外传递录音笔，也是批件等。桥头地检署17日发动搜查第2家角这个所在。目前是没有接到，我们机关里面有接到说有被检举，
有什么不法情事啊？大概，但是只有提到说，他是不是想要利用那个外衣的时候到外面就医的时候做脱逃？那目前我们查证的结果是没有这个事实。根据了解，周水庆经由亿万户集团非法吸收41亿元，涉违反银行法。2018年9月毕业了后，关押到即阵，去年高雄高分院经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扣罚金4亿5千万块。最高法院进前就已判刑，维持今一审判决，只是就不受犯罪所得部分撤销发回更审，和周水庆的遗告高雄加来服刑。将近3年多以来，他一共接见的次数有1498次，包括律师接见。所以他与外界的那个沟通管道实际上是畅通的。第二家澄清，周水庆进前是被告的身份，每家拢会使接见，对外沟通本来就畅通，无协会所讲的有法的状况。而桥头地检署是发声明表示，已经传唤检署4、5个主任管理员周水庆甲伊3个朋友，要积极来追查，查出事实。记者综合报道。去防霸凌、去防性骚扰这款的污影，伫心肝内是一世人拢无法度消除的。台北医学大学逼出骗骚案件，人本基金会甲立委范云做伙开记者会，讲学校有一个姓肖的老师对职员学生用言语性骚扰，甚至过卡来手来，计共有8个人去申请调查，其中涉案有成立。这个老师敢若互学校停职半年尔，伫咧停职期间，过当参加学校活动，互即寡受害者是无法度接受。他不可能不知道我有休课，威胁要把我当掉的部分，是真的有可能会成真的。讲到有老师对家己言语骚扰，学生囡仔有几了解无法度完整甲话讲煞。台北医学大学传出教师性骚扰事件，一个姓肖的教师伫咧担任某中心主任期间，不亲像对职员甲学生囡仔言语性骚扰，也是趁机会吸人的身躯。我很害怕，如果我提上去之后，这件事情取消掉我的邀请，考量很久，还是就不要提出来。伫资料看到姓肖的老师，捌伫群组标记教职员，佮传影片、留信息，讲特别精进人防这内容。对一职员是传讲要诊一个带字，若是伫学生囡仔拒绝老师陪伴了后，用半滚酸笑的语气表示讲要甲学生囡仔断掉。结果有受害学生甲职员申请调查，竟然有人收到老师这通电话。我要你自己摸着你自己的良心，如果今天送件的人里面是有你的名字，请你自己去撤案。如果今天里面有你的名字的话，你基本上不可能在北医生存，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老板敢用。调查都说情节非属轻微了，停聘半年，回来教书了。觉得他是被惩处吗？这情何以堪嘛？饭后行为这么的嚣张的时候，应该要被列入重新判断他的犯行的严重程度。行为跟包庇，教育部不能够不处理。 8人申请调查，7个人有成立性骚扰。人本认为，学校伫调查事实了后，无严格执行处分，要求教育部爱调查。但是学校驳回讲，有立刻进行校案通报，搁召开性平会，无要求贴文章，也是违法的停诉。这个案伫去年12月完成调查，1月决议停聘半年，报教育部执行。即晚嘛有接到申复，要依照性平相关法规办理。 记者综合报道。网络正发达，这企业竞争也是愈来愈激烈。为着要想尽办法让人客提升网络声量，就是一直咧下重本伫网络顶头投放关键字，说害这款的情形会严重影响到市场交易，无度看清楚是真也是假。就学者认为讲，这公平交易法第25条定义伤过含糊，应该对个案建立所谓平台市场的公平竞争规范机制。 网络经济即嘛是愈来愈兴，企业用 SEO 敲找引擎的优化已经变作主要的行销方式。消费者嘛习惯用关键字伫网络买物件。通常可能会比较 focus 在就是点击率比较高的。我会多滑一点，因为我觉得前面很多都是广告。一般的消费习性大概搜寻出来之后，大概会先看前面那几个排名，所以这个关键字的排序，对一个消费者在决定要不要购买、要不要接受服务。
那是当然具有绝对性的影响。为了提升伫网络的声量，含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企业普遍拢用网络行销的方式，包括买关键字的广告，吸消费者。但是，乌白用 SEO 会影响到市场交易的秩序。公平交易委员会嘛开始对做无正当竞争的业者，用公平交易法25条来罚，但是嘛无够实际。不当的利用关键字作为这个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所以呢，它有公交法的这样25条的适用。那么公交法25条呢，它毕竟是比较抽象，它是适用于所有的这样子一个竞争行为，所以呢，有必要呢，就这个滥用关键字的部分呢，再具体的这个去细致的去规范它。进前Google关键字广告的演算法，红质疑讲是违反公平法。公平会已经立案在做讨论，5月中会请 Google 到公平会来说明，学者建议应该对个案来建立所谓平台市场的公平竞争规范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杭州亚运头一届甲霹雳舞列入去正式的比赛项目，台湾目前有4个查甫进入亚运的培训队。咱伫咧亚洲地区呢，日本是排伫咧全世界前2名，不过咱台湾的实力有关是真坚强的。手的鼓声去年底发作，孙静练地板的动作，伊会使看出伊的实力。23岁伊11岁开始跳霹雳舞，即阵世界排名第29，是台湾世界排名上悬的霹雳舞选手。年轻的选手越来越厉害，甚至有赶过世界的趋势。那在我这一代，我们其实就是也都有追到，就是世界16的水准。对于霹雳舞者变做歌手，孙静感觉真欢喜，也坦白讲承担更加侪责任。培训队的老成就强调，给运动员的身份，社会看待霹雳舞眼光是无共款咯。国手运动选手，其实感觉起来是很开心，因为毕竟从这个运动从一个比较街头文化、次文化的东西，变成一个正规运动，然后感觉就被证明了。3个舞蹈动作，但以卢甲杨嘉丽舞龄超过8年的2位 Big Girl， 也是亚运培训的歌手，因认为一份这生活自是正常，尤其是肌力甲爆发力，因为运动科学甲动训练有所提升。数字检测上其实是都进步蛮多的，然后自己包括在每一 round 的输出上，也都比以往比较不会那么累或那么喘。教练跟体能师、心理师，然后跟这边很多老师，也算是有尽力的想要理解我们，然后整理出来的课表跟菜单。虽上霹雳舞亚运歌手，去年4月已经决选出孙静，但伊愈在内男女各2名歌手。不过杭州亚运延后1年，今年4月要重新办理决选，算是总统上好选手。有一定国际评分的标准的办法。不过我觉得霹雳舞就是一个跟其他运动项目最不一样的是，它在相对的客观之中保有一定的主观性。教练团解释，霹雳舞爱技术嘛兼顾艺术的原创性。根据顶个月伫日本举办的第1届霹雳舞国际赛评估，男女晋级亚运8强无问题，孙静要拼奖牌是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在咧街头艺人当中，有一寡是电特技的马戏团，和传统的马戏团无共款。现代的马戏团是注重舞台服装、音乐、剧情，甚至运用科技甲多媒体，已经成做一项综合的技术。这演员唔但爱电特技，还会晓跳舞、演戏、讲故事。明仔暗时，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帮特别带乡亲做伙来看少年的街头艺人表演特技等功夫。夜数风腿、拍风雷、扫大拳、好舞，这种伫咧平常时罕得看到的表演，常常出现伫咧老城的市场和街仔头。一场街头艺人出身的艺术工作者斗阵合作，运用本身的技艺功夫，做现代演出的马戏剧场，带观众和在地居民用无同的角度侵入在地生活风景。他们这种马戏这种舞台剧这种很与人贴近、很直觉式的这种表现方式，会帮在地提炼出一些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内容。很多人都会说，街头艺人就是什么公共空间最美的风景，但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让观众看见这整个街头。那身为一个街头艺人，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更街头了，对，我觉得很棒。团长黄子毅因为马戏往来世界各国，接触到侪种表演艺术的形式了后，伊từ 2019年发起在现地6年编创计划，
招一寡幼稚做伙电影调查，激头脑，行打台湾各地，透过身躯的感受，思考表演甲这道土地关系。往往每到一个地方，这群青年的艺术家可以受到一轮新的刺激，然后重新的好好的跟地上的土地、泥巴、大自然的空气去玩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自己蜕变出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去了解我们跟周遭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拢对家己的土地是关心的，是介意的。安尼，咱要讲要爱家己的土地，要讲家己的故乡要安怎发展嘛好，还是讲要互这个所在变较好一寡？我感觉这拢是一个足大的力量。做艺术表演并不是介好专家。一群少年人，因拢唔是读表演艺术本科出身，不过将家己的兴趣发展做事业、职业，希望有愈来愈多人会当重新看待家己的故乡，和台湾这块土地愈来愈好。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澳洲人口最高发的都市雪梨，这市中心有真侪艺术展览品。当地政府规定，讲这总经费超过1000万，澳园的建设开发案，拢爱设艺术空间。这时间一个久，也已经累积250多件这个展览品，拢藏伫咧街头巷尾，民众热心就挺好看到。今日去雪梨的市中心麦考瑞公园，几大只青铜色的鸟仔雕塑，会当伫这有名的历史地标的南港顶悬椅仔下骹，也是水池边，拢会当看到。这是英国有名的女艺术家崔斯艾明的作品，名叫做《心灵的距离》。艾明去当作安尼创作，是希望民众行入去这个大城市的时阵，会当停一下，用感性来想心所爱的人。雪梨这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有藏真侪艺术作品。2007年，当局是成立公共艺术咨询小组，替城市的公共艺术计划提供指导和建议，嘛规定任何总经费是超过1000万澳洲钱的建设案，拢要包括公共艺术空间。这侪年来，规个城市已经有250多件的展览品，行伫雪梨的街仔道，就敢若行伫美术馆内面。It's free, it's accessible, and the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t sometimes arrests your daily lif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re really interested in, is that art connects you to your local park or your local street or your local neighbourhood. I think art is therapeutic. Yeah, it helps people relax because Sydney is pretty stressful, right? So yeah, helps people relax. And yeah, I think it's good to have it around the city. 有一个大楼建筑设置的艺术品，甚至大受欢迎，正造成观光客的景点。亲像 Angle Place 的顶悬吊的这110个空的鸟笼啊，和声控造成的风袂记哩的歌曲，都是一个。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7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